哋母親節係幾時啊？我知道係5月10號。咁再考下你哋父親節係幾時啊？我知道係6月21號。咁你哋準備咗禮物送俾你哋嘅爸爸媽媽未啊？我哋準備咗一首詩。詩？呢首詩叫做願詩，係會提醒我哋孝順父母。請大家細心欣賞。願詩是留守，白居易。梁上有雙燕，翩翩紅與雌。銜泥兩全家，一巢生4兒。4兒日夜長，熟食聲孜孜。青蟲不意報，黃巧無飽期。咀酒雖欲閉，心力不知疲。歲如10來往，猶恐巢中飢。身行30日，母舅初漸肥。喃教言語，一日擦無衣。一旦羽翼長，引上庭樹枝。舉箸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枝同空中鳴，聲盡呼不歸。卻入空巢裏，秋秋終夜悲。天天以墨碑，以光反自私。私以為初日，高飛配母時。當時父母念，今日已應知。多謝。除咗一首詩，我哋仲準備咗個驚喜俾媽媽。係一個首飾盒，裏面仲有我哋自己整嘅手鏈，希望媽咪會中意啦。咦？咁爸爸嘅禮物呢？保持神秘，6月先話俾你知。